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生活中定来听人讲价格啊，可能真侪人毋知讲原来伊的汉字是安尼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角，读过啊角第四条价格的角。第一字典解说角就是工的家禽、精神啊。若咱现代较接听人讲加角，意思就是加工。另外鸭角就是鸭工，若是鸡啊鸭。古早字典嘛有写到猪角，又就是猪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咱同齐来看到加角。头前讲到，也就是加工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加角啊车，这是一款插座细汉囡仔伫咧学行步的刹车，互幼囡仔会当刹咧行，保持平衡。另外刹叮当的时，有状态加角啊，就会去卡到车帮发出声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迄人讲，咱咧讲小花莲盆疼囝连孙，阿公阿嬷疼孙是天性。为了疼孙原仔孙，特别买加角啊车，互金孙来学行。搁再家己饲加角啊，不三时替金孙煮好料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角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